今集預告將會介紹一隻今季可能大展光芒嘅馬，做馬膽去片。Hello， 大家好，歡迎大家嚟到 NetChan 頻道啊！呢集節目就係 NetChan 馬膽，每個賽馬日我都會揀兩場賽事，每場賽事揀一隻馬膽同埋幾隻配腳俾大家參考一下。今次終於回歸喺呢個叫做桌面電腦熒光幕錄製版啊，唔再喺酒店錄播啦，因為已經返咗香港。咁就大家都知道啦，呢個係一個公平、公開、公正嘅頻道啦。每個賽馬日講馬膽之前，都會講翻上次賽事提供嘅心水嘅。咁啊，上次賽事啦，咁啊禮拜日嘅賽事啊，第一場同寶寶 3.2 倍落敗。當日就落大雨嗰啲場地咧，就幾嚟跟前嘅。有啲係落緊大雨，有啲係冇落雨嘅嚇，冇乜雨啦，唔好話冇落雨。咁同寶寶頭場咧就正好係落緊大雨。咁同寶寶咧就出閘又慢咗。咁就亦都留得比較厚啊，都係一落住大雨咧跟前比較好啲嘅。譬如嗰隻燒飛俠咧，嗰場都係落住大雨咧跟前有利贏馬。咁同寶寶就雙蝕啦，不利後上出閘脫腳，出閘大慢閘啦，慢閘啦，咁所以輸咗。咁啊第二場嗰隻馬達 3.5 倍，咁就正頭正路贏馬咯。咁有 3.5 倍我都有少少意外，因為可能係因為頭場放頭馬有利咧，啲飛又落咗落啲華夏駿馬度，令到馬達都有 3.55 倍，咁都算唔曳啦。咁啊冷腳就有兩隻嘅，有一隻就係第9、第10場其中一隻，咁就冇得出啦嚇。咁啊另一隻冷腳第8場嘅本領輝煌10倍跑咗個第4。咁今次高出賽嘅馬咧有3隻嘅，咁今季高出賽二號馬都幾醒神啊，得4隻。咁啊有兩冠一電，兩隻馬冠軍嘅都係有賠率嘅， 5.6 倍嘅天外迎天同埋 7.2 倍嘅海船幸運，咁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咁啊今次3隻高出賽嘅馬就係第2場嘅飛龍在天，第4場嘅開心5月同埋第6場嘅火悟空。事不宜遲，講講聽日場次。第一個場次揀第一場嘅馬膽，我揀8號嘅伶俐標區。呢隻馬我諗都好心急噶啦，鬥志一定好噶啦，貴福特未贏馬，咁啊鬥志一定好。咁啊上場初出跑水準都可以嘅，佢就都有賺到少少嘅，直路中外檔冚好嘅當日，咁佢都係全程3碟2、3碟，咁直路都係中檔走嘅，都係個場地都係啱嘅，輸咗俾隻讓愛高飛啦嚇，咁佢係賺晒場地添啦。咁伶俐標區呢場跑得唔曳啊，咁希望貴福特維持到呢隻馬啦。咁泥地佢都跑得好過嘅，係前季咧連續幾場泥地都係好嘅，所以泥地就唔需要擔心嘅。上季唯一一次泥地就失萬地，咁你就當抹咗佢啦。咁今季初出都贏咗熱咗身，今季初出都跑得好熱咗身。咁今次亦都抽檔都可以啊，有個3檔可攻可守啦，咁就揾佢做馬膽啦。配嘅選擇，第一隻係揀1號嘅有形勇士。嗱呢隻馬咧就今季啲試閘係好嘅，佢泥地個貨閘咧自動走咗上嚟，我相信泥頂適應性咧唔係太大問題。初出嗰場跑得麻麻地，上嗰場都有啲飛數噶啦，對手好強嘅都有啲飛數，佢自己跟住隻快活英雄咧，佢出閘稍稍慢，有勇士大家可以睇翻，出閘稍稍慢，跟住俾咗上嚟，跟住隻快活英雄，咁當然快活英雄一入到直落彈甩佢啊！佢自己追落去唔算好勁啦，講實話就唔算好勁，但係我覺得可以有水準嚇，因為呢場水準勁嘅，你快活英雄係彈得贏嘅，咁有形勇士，你諗住隻快活英雄咧，佢其實同前面嘅馬匹咧相距唔係咁遠嘅啫，咁呢隻馬係值得要留意啦。咁而家仲減咗分，落咗班，換咗泥王啊金城光，咁啊試一試啦。第二隻配腳我揀9號嘅歐洲傳奇啦，呢隻馬又係西非嚟嘅上場真係，試閘又係好嘅，泥地閘好啊！呢隻馬跑泥地亦都係已經因為好早期已經跑得好過泥地60分啊！呢場係62分啊！23年9月17號62分已經跑得好過，而家幾多分啊？大家睇睇32分，冇咗30分。上場初出之前嗰啲泥閘又係試得好，不過潘明輝我哋睇下佢點樣發揮咯。
美神啊，唔係美神來贏啦。咁但係大家睇下潘明輝點樣發揮啊！早中段咧冇問題嘅，入到直路咧好整以下唔去。你睇下 D.Y 啊 Dennis 啊葉楚航啊呢隻紫衫撳住唔去唔攞位喎，繼續撳住唔去唔攞位。美神來要壓出嚟，你去先啦。You first 你去先啦，我自己捉住喺後邊先啦。有騎過咩？呢隻潘明輝唔問話算佢好彩啊！喂，大佬有買啊我，所以我真係睇得咁着緊。而家都跟馬尾草地咁係咁易咁樣咁跑翻嚟咯。再睇多次啦，大家恐防大家睇得唔清楚啊！歐洲傳奇紫衫有眼罩 D.Y Dennis Yip 嗰隻葉楚航，入到直路，好定喎！喂，好定喎，試緊閘咗，仲要為美神來嚟緊啊！You first 你去先啦，我慢慢嚟啊！呢場唔去喎，可能咁啊，捉埋喺後邊玩完啦呢隻，就係咁啊！歐洲傳奇咁泥地本身已經好嘅馬，咁熱咗一場身，上場冇跑過俾我睇咯。今次配埋周俊樂咁啊，亦都要注意一下啦。第三隻配佢減翻12號嘅快馬加鞭啦。上次其實上次咧開羅日咧好多有泥地賽績嘅馬跑得好，包括隻快馬加鞭，零利標區都係咁。姑勿論如何，快馬加鞭咧，上次當佢唔係草地性能咧，佢係有少少泥地一次咁樣樣，亦都係中外檔湧上嚟都賺咗啲嘅。但係今次又係嗰句，始終熱咗身啦。檔位一檔可好可唔好啊？但係呢啲馬點都要攞住嘅啦。咁所以場馬膽爆零利標區配腳選擇1號有形勇士、9號歐洲傳奇同埋12號嘅快馬加鞭嘅。未講第二個場次之前，係講下我啲付費會員計劃啦，有 WhatsApp 嘅臨場收費計劃啦，同埋 Patreon 嘅賽前收費計劃嘅。WhatsApp 嘅臨場收費計劃咧就係今晚11點左右啦，咁就有全日嘅初步首選、次選、副選啦。咁去到聽日每一場賽事開跑之前6至8分鐘咧，有最後嘅首選、次選、副選啦，場地形勢、騎練動態、孖寶飛數同埋我投注建議嘅。咁亦都大家知道睇我嘅朋友知道我係非常之着重買星水嘢嘅。咁星水嘢點解咧？因為咧你平時買開馬會 WinPay 咧，咁你自動咧就俾佢抽水17.5%啦。如何長期戰勝呢啲抽水咧？就有買星水嘢。咁有咩星水咧？第一種就係有多寶嘅場次，有多寶嘅大彩池。咁你如果中到嘅，譬如六環彩多寶啊、六寶獎啊、Marty 啊、四環四重彩有多寶嗰陣時候，而你中到咧，通常啲賠率都會好分啲啦。咁第二種情況真係買星水孖寶咧，譬如之前禮拜3嗰日賽事，百進巨星44個半 win， 平凡騎士39個半 win， 二串一 win 係派 17.58 倍，孖寶係派咗 34.75 倍，星水足足 98% 接近1倍嘅星水，仲要 touch wood， 如果平凡騎士跑第2嘅話，仲有安慰獎收，唔使輸個半添。所以長期買星水嘢非常之重要。咁如果大家對於臨場分析同埋臨場分析加星水孖寶通知圖表有興趣嘅話，歡迎經過 WhatsApp、Facebook 或者 YouTube 去聯絡我，去攞啲有關於臨場分析同埋星水孖寶通知圖表嘅資訊。咁但係未必人人啱臨場分析嘅，因為禮拜3晚你可能翻緊工，禮拜6日你可能家庭日未必可以坐定定去聽我啲分析同埋睇我啲投注建議，所以 Patreon 賽前分析非常適合你。超叻會員純支持啦，開馬次選副選啦，足球股票啦，股票但免責聲明啦，同埋魚眼冷腳獨家分享，即係譬如之前中開嗰啲啱啱嗰次本定非凡第4啦嚇，4連環膽又中啦，腳又中啦，不過 WinPay 又唔中啦。不過之前仲有其他啲好成績嘅，譬如都有嘅，今季有讓我高飛咯冠軍咁希望嚟緊嘅冷腳都幫到大家。極叻會員係純支持啦，可以買次選副選啦，足球股票但免責聲明啦，魚眼冷腳獨家分享，同埋所有場次所有馬匹計馬分數都會放上 Patreon 極叻會員欄嘅。咁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啦。咁第二個場次係緊第8場第8場慶典杯3級賽馬膽揀8號嘅竹園。竹園呢隻馬我覺得就今季有機會係大展光芒嘅咁上季4歲系列嗰3場大家睇到佢其實都係好硬淨嘅賽績嚟㗎咁尤其是打比，我覺得其實我都係嗰句，我覺得霍雲星跑得唔好。我覺得應該唔好咁講，我覺得霍雲星同廖康銘部署嘅策略係有問題就係講完留到最後衝上嚟輸個短馬頭位，冇咗個打比。
但係亦都要挑剔一點咧，佢跟住之後跑冠軍嘅比賽咧係失望嘅，我係失望。我諗住你守完波先入到直路打開咗一衝落去座位望贏啊，點知係翻嚟俾陽光勇士衝上埋嚟，輸埋個第三，跑第四，我有啲失望啊！但係今季佢操練啊、習啊，全部都係有再進一步嘅感覺。呢隻馬大家知道細細粒嘅，咁今次經過暑假再重咗少少，我諗佢唔係肥，我諗佢係再長成咗少少。咁呢個係一個好事嚟嘅，咁啊，所以今次檔位亦都好咗4檔，只係擔心霍雲星手緊啊，因為呢場而家你隔夜咧大熱門咧，我驚佢緊張啊，唔知發揮咗咩策略出嚟。其實你問我啊，呢場馬捉完點跑咧？一出閘搶咗埋欄先啊！維港智能想放咧，就讓佢放，跟住自己抽出二碟。維港智能唔放，自己沿途領放，根本上唔需要擔心放呢隻馬。呢隻馬咧係俾馬追咧，佢係越追越人哋追佢係越跑越勁。上季好多場賽事都係咁，包括經典一哩賽，佢係走咗出嚟，俾人追咧，佢自己越嚟越開心。佢俾人追啊，我又再加下速，越走越勁。自己放係完全唔需要擔心嘅馬咯。不過廖康銘、霍雲星，我唔知佢哋嘅策略。有時佢哋啲策略我唔係咁啱心水嘅，佢係又要留住啊，依樣嗰樣啊，咁所以看看如何咧？我自己中意佢走嘅嚇。維港智能貼上搶欄，先移開二碟嚇，咁睇下佢如何啦。喺呢啲講係容易啊，咁但係我哋呢啲冷都唔係冷氣軍師啊。點解咁講咧？因為我都唔開冷氣，我哋啲風扇軍師咧就係咁講咯。咁睇下佢如何啦。咁啊〜講完咁耐，我覺得今次狀態好，能力強，應該有進步。隔完個暑假，當1400初出合晒腳法，揾佢做馬膽。配嘅選擇係揀4隻，第一隻係揀1號嘅超越盡歡欣。上季尾嗰2場都跑得好喎，真係眼前一亮。其實嫌短，我仲以為嫌短1400、1600都係跑得好。咁今次季內初出，咁其實佢初出都曾經得過嘅。如果上季尾嗰啲水準，我覺得幾硬淨嘅，拖住先。第二隻配嘅揀3號手機標霸3檔好跑。上季尾鳥刺都係跑得好啊。其實呢隻馬好似準準地，你見佢分數次次都係3344嘅啦，已經係。但係施集又離奇地，我覺得就狀態又嚟得幾快，咁都要拖。第三隻配嘅揀6號嘅包裝天象。上季尾嗰啲又係好。上季尾嗰場潘明輝輸一個馬位嗰場，好似出閘都唔係咁順利，奶奶計計咁跑咗個第3。今場咧好騎呢嘅，因為咧潘頓唔騎包裝天象，騎一隻光年美。潘頓同日係騎咗一隻全熱門包裝戰象，但係依場唔騎包裝天象，咁所以以防抵出啊，大佬咁都要拖埋包裝天象。咁光年魅力我都勉強拖埋啦。但係你問我覺得包裝天象好啲嘅。光年魅力有啲孭飛嘅 feel，但係佢始終有個二檔，咁你都要拖翻住啊。咁所以場馬馬膽8號捉完配嘅選擇1號越盡歡欣、3號手機標霸、6號包裝天象同埋12號光年魅力。咁希望大家中意我段片同埋分析咧，要仲話俾個 like 同埋讚我，同埋分享呢段片俾朋友睇睇，去宣傳下頻道嘅。如果大家對現場分析有咩意見，都係評論留言。如果大家想簡單支持我咧，都係段 YouTube 片下邊留言嘅，留嘅謝謝 fans，我覺得相當高興噶啦。咁大家留多啲言咧，我回覆多啲，咁 YouTube 就會知道嗰個係非常之優質嘅頻道咧。咁佢就有分享我啲片咧，俾更多 YouTube 馬迷睇，更多 YouTube 馬迷睇啦，自然令到 view 數上升啦，隨令到非常之微博廣告收入咧再增多少少嘅，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咁到最後希望大家嚟到 YouTube 頻道 NetChant 談賽馬，主要做啲直播節目嘅，例如直播嘅馬論壇啊、開馬直播啊、職場足球對注分析等等啦，同埋你而家睇嘅 NetChant 頻道兩個頻道都撳訂閱，按鐘仔撳全部，咁但係我所有新片你都有個通知或者 notification 第一時間知道噶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去支持呢個頻道經營，即係唔需要臨場分析啊、賽前分析唔使理啊。你拍嗰啲片我都得閒睇下，都想支持下咧。咁啊，熱奶茶會員、兩餸飯會員喺 YouTube 支持一下，感謝你們，下集再傾過，拜拜。